扎西迪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印北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出席首届查图维迪纪念讲座，达赖喇嘛尊者祝贺新西兰新任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资政边巴次人祝贺克里斯·希普金斯当选为新西兰总理。藏人行政中央庆祝印度第74个共和国日。日本佛教联合会谴责中共干涉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圆满结束对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为期1个多月的弘法及参访行程后，于本周一1月23号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平安返回达仁萨拉的寝宫。在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冈格拉机场时，受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及达仁萨拉各非政府团体代表的隆重迎接。在冈格拉机场至达兰萨拉寝宫的沿途，达仁萨拉的印藏僧俗民众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等，在不同地点迎接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冈格拉机场接受印藏媒体采访时表示 I returned safely last, I think, at least more than 1 month. You see, meeting with people and carry 1,000-year-old India's sort of message of Karuna, message of Ahimsa. It is my duty with Buddhist monk's robe. So that's a Buddhist message and 1,000-year-old India's sort of real message. And actually real world need Ahimsa and Karuna. Actually India, democratic country, very stable,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月2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公共行政学院出席了首届查图维迪纪念讲座开幕式，并就慈悲心和非暴力为主题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尊者在讲座活动上致辞时表示，当我们谈论非暴力和慈悲心时，我们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相同的方式。在有慈悲心的地方，非暴力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当你内心有慈悲心时，它给你内在力量和自信。在此基础上，你可以把其他人类视为你的兄弟姐妹。查图维迪家族成员、印度公共行政学院院长特里帕提、里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副馆长米什拉等政要陪同尊者出席了讲座活动开幕式。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月25号致函祝贺克里斯·希普金斯先生，祝贺他当选为新西兰工党领导人，并接替即将离任的杰辛达·阿德恩女士出任新西兰新一任总理。尊者在贺函中祝愿新任总理在应对未来的挑战、满足新西兰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方面取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尊者还于本周二1月24号致函即将离任的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女士，对阿德恩女士在新西兰充满挑战的时期所表现出的模范领导力表示赞赏，并进一步赞扬了她以非凡的同情心来应对2019年3月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枪击事件。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于1月25号致函新当选的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斯金，
祝贺他当选为新西兰第41任总理。次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感谢新西兰自1990年以来多次盛情接待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该国。此外，他还感谢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居住在该国的藏人给予的庇护，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个强化的支持网络，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司政在贺函中表示，我相信并希望在您的领导下，新西兰将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并关注西藏境内日益紧张的局势。另外，在印度人民于1月26号迎来第74个共和国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隆重庆祝了这一节日。司政边巴次仁在庆祝活动结束后向印藏媒体表示，如果没有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流亡藏人社区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通过这一庆祝活动，我们与印度政府和人民一起庆祝共和国日，同时表达对他们深深的谢意。司政还指出，当我们庆祝今天的活动时，我们也渴望回到西藏，举办一场所有藏人都能参与并为之自豪的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临时大法官噶玛占堆、司政边巴次仁、副议长卓玛次仁、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选举及公务员选任委员会主席汪堆次仁、审计署长白马占堆、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出席了在西藏大厦广场上举办的庆祝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中国政府近年来竭力干涉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行为，频频遭到世界各国的宗教团体和各国政府的谴责之际，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于近日发布声明，谴责中国当局蛮横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以及试图控制任命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灵童的主导权。日本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秘书长水谷荣观法师和伊藤英人法师于本周二1月24号到访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并在办事处与代表茨旺加布阿热亚博士进行了会谈。日本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声明中指出，自称无神论的中国当局近年来不断地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并且声称拥有任命下一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利，这完全是对全世界宗教界，尤其是对佛教徒极大的侮辱。因此，我们认为是时候表明立场，通过发布声明，要求中国政府让西藏人民自由地信仰宗教，并立即停止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驻日本代表阿热亚博士则向两位法师敬献哈达，感谢他们对西藏宗教自由表达的关切，并呼吁其他宗教团体发表类似声明，遏制中国肆无忌惮地进一步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